后来继续来看，有一个台商为中国返来台湾，住入去台南中西区一间防疫旅馆，讲这个品质是有够差，无烧水管，这个液槽破去是用黏布甲黏起来，空间阁真矮。这个台商一真万找哦，讲袂输是咧坐家共款。另外，高雄嘛有一个为国外返来台湾的民众，住入去防疫旅馆来隔离。伊来抛出着其中一天的3顿，这个早顿是一杯红茶甲一粒包仔，中昼顿是一碗青梅，暗顿是一碗面，互人警惕讲，这根本就是隔离的减肥餐。这么小的一个谎，翕这个防疫旅馆内面的空间无大，设备嘛真简单。它里面东西都没有，连煮开水都没有，这个热水瓶都是我带的。那个浴缸，这个浴缸敢若闭起啊！用香蕉连起来上去。这是一个台商进前返来台湾，住在一间防疫旅馆，地点伫台南的中西区饭店的设施，会无法度接受。阴暗又窄又小，什么东西都没有啊，被子又小，根本就是而且还穿衣服啊，那没办法睡啊，太冷啊，只会像监狱啊。台南市政府管理局一个了解了后表示讲，浴缸并不是破去，是有打防触倒的胶片。这间防疫旅馆比较较旧嘛较俗，也毋过拢符合规定。这个台商后来嘛有家己转到其他收费较悬的旅馆。若高雄嘛有国外返来台湾的民众，大个防疫旅馆一天3顿，分别是早顿一杯红茶一粒包仔。中昼顿是一碗糜，暗顿是一碗面。好真的网友伫讲，隔离期间敢会枵死？迄根本是隔离的减肥餐。相关的单位表示讲，防疫旅馆有真济顶级，大家民众会使家己拣。这个是